小口。小口。嗯。甲骨这小口。不是动物。嗯。就是往那里头。保佑俺孩子平平安安，把媳妇儿娶回来，保佑全车都平安。这又拿来的，少高点，高的多了面就。走的多，道是车少。啊，对的。你看头8点，今天现在都过去了。这不时间。通天这边这个十字路口那查车，那边车是家伙多呗，比上边那车可多。啊，这是个司机，这是一个，一会儿一关人都车也聊，这也是。这个交给那谁，交给现在去抽，钱对吧？他说那谁，那谁也来不了。往前靠着，就咱那么哎呀，没光胡子的我操！毛伸出来，大笑，哈哈哈，大笑来。看我，一笑没影儿了。你说你怎么了？你在这儿？站起来，再把那得扔起来。1、2、3，走！没有，下来，这不用，扔不动。我给你，这有这多好。就这吧，放吧。上边相互出发。出发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
这是你们宋江的最近。